下一站係富山村。The next stop is Fushan Estate。下一站是富山村。九巴聯同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合作推動 See Every Need 同你看世界友善社區計劃啊！希望每個人都用兒童純真嘅心去理解社會上每個人嘅需要啊！一齊聽下小朋友點講。坐巴士嘅時候，多啲留意身邊人嘅需要，一個微笑可以讓整個車廂更溫暖、更美好。